台湾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春。今仔日是2019年的10月31号，是万圣日。今仔日嘛是水星北句的头一天。水星北句的时阵，上适合来想过往的代志。毋管是咱家己的过往，咱家族家庭的过去，也是咱的历史。即2天我有一个启发，爱伫今仔日为大家来占牌，来问。即个时阵，万圣日已经过身的，甲咱有连结的台湾人，想要甲咱讲啥？今仔日所讲的是无时空的限制的信息。毋管你是当时看到即个影片，拢是上适合的时阵。今仔日咱的祖先、咱的祖灵，想要甲咱讲啥物？伊想要互咱知影是啥物？想要互咱知影啥物？想要互咱知影啥物？好，今仔日甲咱连结的祖先，甲咱连结的前辈，已经过身的前辈，是用即张牌来代表。遮有一双手，这是人的手。遮有灵的手，下骹即个人的即双手，伊真食力，咧经即辈的腹肚。遮的先辈永远拢甲咱做伙，虽然讲因伫咧另外一个世界，也毋过因甲咱咧体验同一个现实，用无共款的角度咧体验同一个现实。因咧甲咱斗相共，因有看到咱即摆的状况，因有看到咱即摆感觉足重的责任。因讲，阮甲恁做伙咧担即个物件。后壁有2只牛，一只是即摆活伫台湾的咱，另外一只牛是已经过身的因。看起来咱伫下骹，因伫咧天顶，毋过后壁即个牛，互咱知影，伫咧台湾建国即件代志，咱是平等的咧合作。也毋过咱的尊重无共款，因为即摆咱是人嘛，因是灵魂，人甲灵魂会使做的代志无共款。伫咧咱有需要的时阵，因嘛随时拢准备好，甲咱斗相共，随时拢准备好，甲咱连结，而且咱永远拢是做伙。咱甲遮个祖灵、遮个前辈的连结是即拍火，即拍火代表是咱的理想，咱心内的迄拍火，伫咧别人的心内点即拍火，就是台湾国的希望。咱是因为即个火，才有连结。因想要互咱知影的是，咱一定会赢。即张是 The Champion 冠军，因为咱的坚持，咱一定会赢。也毋过，咱嘛准备好，为着要赢，有受伤的准备。啥物是对，啥物是毋对，可能会受到挑战。即个人后壁有一格一格，黑色的甲白色的，即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讲，就像西洋棋迄个棋盘，是一个比赛，咱甲咱的对手的比赛。即个黑白色阁有一个意义，是讲伫咧即段路，咱可能无法度完全照咱即摆认为伫咧道德上是对的迄条路去行，就是咱若行，一定会拄着一寡状况是爱选择较有利的选择，无一定是咱即摆会感觉讲伫咧道德上是对的。也毋过，即张牌想要甲咱讲的是，因为咱一定爱赢的即个决心。伫咧道德上，啥物是对，甲毋对，咱嘛会已经无法度遮尔清楚的讲，因为手段甲你的目的，你为着一个好的目的，用一个歹的手段，还是毋对的手段，
也毋过你的目的还是你的心态是对的，安尼到底是对还是毋对？即张牌就想要讲，咱一定会拄着即款的问题，即款的心态挑战，咱一定会赢，毋免歹势，会疼嘛毋免艰苦，咱是天注定的胜利者，冠军。刷落来，台湾真可能有一个状况是，咱感觉一切拢害啊，结束啊，无通耍啊。就像世界上尾一天 ，apocalypse， 世界上尾一天。也毋过，颠倒伫即个时阵，咱感觉上绝望的即个时阵，颠倒是咱的机会。即个手，这是未来台湾的蓝图，未来台湾的 DNA。伫咧即个上绝望的时阵，即个新的 DNA， 伊会一直送出去，一直送出去。逐个人若有法度接受即个 DNA， 因就有机会，咱就有机会有一个真大的转变。即个蓝图，即个 DNA 咧送出去的时阵，伊会依伫咱的暗意识内底会错乱。上绝望的时阵，咱若有法度放下惊吓，这是颠倒，迄是上有机会当开一条新的路的时阵。即马这是代表2019年爱放下的物件，毋过你若是伫咧未来咧看即部影片，共款嘛是符合你吼。咱爱放下的是即个为无物件要创造出一个物件的即个心态，是咱爱放下的。认为家己咧做无可能的代志的即个心态，是咱爱放下的。你若是原在无物件，你无法度变做有物件。你一定爱原在有啥物物件，才有法度改变迄个物件，变做是一个新的无共款的物件。所以，咱咧讲建构的时阵，上好是有一个想法的转变。咱毋是为无物件，要爱去做建一个物件。建构是建设改造原在物件，用无共款的角度去斗无共款的物件，来得到一个新的结果。做共款的代志，你会一直得到共款的结果。你若想要得到无共款的结果，就爱做无共款的代志。也毋过，安怎放下即款足食力为无亲友的即个心态？咱的祖灵互咱的启发是即张牌，伊代表的是人内底的心性，人的灵魂的气力，遮有4个元素。中间有即两条蛇，甲尾蛇，一定关写 as above, so below。伫咧天顶，就如同伫咧地上。伫咧尾卡内底，人会讲 as above, so below, as within, so without。比如讲天顶的星会反映伫咧地球发生的代志，外口的世界嘛会反映咱的心内底的世界。咱爱放下的是伫咧无一个世界内底一直出来、一直出来的即个状况。即个中间即个球代表的是土的元素，土的元素就是即个世界物质的基础，是看会到、听会到，咱的皮肤感受会到的即个世界。伫咧即个世界创造是咱爱放下的，因为其实咱即马爱做的是伫咧天顶甲心内创造。我最近听一个人讲，成功有80%是你的心态，是你的脑智的设定，是你看即个世界的角度。剩的20%才是你实际上去拍拼去做的代志。我即马讲的，你若是有感应、有感受着我咧讲的，请甲我伫咧下骹留言印一下有，好无？印有，互我了解一下，大家敢听有我咧讲啥？即个是决定你做的代志有效啊无效的关键。所以，
安怎放下伫咧物质的世界渐落的创造，就是透过掌握、了解完整的世界四个元素：火、水、风、甲土，分别代表的是热情、感情、思想、甲开力做代志的开力。咱敢知影安怎去算内在的迄个价？除了去外口拍拼，咱敢知影咱转来厝的时阵，咱安怎调整家己的心，才有法度得到上好的结果。真紧，新的一冬就要来啊！即个新的一冬会带来啥物款的快乐？咱通囝啥物愿望？我感觉真趣味哦。这是咱来放下的三个土，新的一冬会开力四个土。即内底嘛有四个元素的代表。咱的资源、咱的时间、精神，咱的挑战是安怎保留开力来做重要的代志。我看即冬可能有真侪会发生真侪代志咱的精神真有可能会足分散的，可能咱会最要紧新闻咧报啥物代志 ，FB 咧红啥物代志，抑毋过咱即冬咱爱训练的是安怎保留咱的气力来分配，互拄仔讲的这四款元素，好好啊培养这四款元素，才有可能得到咱想要的结果。虽然讲咱一定会赢啦，咱一定会赢，抑毋过咱也赢了水。咱对2020通囝啥物款的愿望？日头，伊是写战士 ，The Warrior。这嘛共时阵有两款意义，一个是伊的剑顶悬的火，流落来，即个火内底变做是伊奉献互神的。另外一层意义是即个火咧烧的物件，请出来，黏伫伊的剑顶悬。即两项代志是同一件代志，就是即个人透过即个火咧连接的灵魂。同时阵，即个灵魂嘛透过火，即个火甲伊连接，伊奉献互灵魂的物件，伊嘛得转来，变做伊的快乐。伊遮写自由使一切满满是光，自由使一切满满是光。所以新的一冬，咱会当搁较注意日头的变化。日头代表的是咱内在的快乐，这代表的是咱个人的灵魂的快乐，是光的战士。刷落来，真有可能有真侪人心内的战斗者会互即个环境诱出来。大家人的胃拢无共款，抑毋过咱同时阵拢爱照顾外口甲咱的内在。你若是咧看即个影片，你爱了解即件代志已经咧发生啊，一直咧发生啊，你已经咧转变啊。对大家人来讲，即个战斗者拢无意义，拢无共款。即就像大家人的迄个太阳星座拢无共款。咱若是希望甲咱的祖灵有搁较深的关系，得到因的帮衬，咱爱熟悉水的开力，水的开力。咱的祖灵因想要透过水来甲咱讲话，水就是咱的感情。日本有一个学者咧讲，对水讲话，也是互伊一寡意念，伊会改变。所以，水其实是有法度去承载咱的感情的一款物质。咱拢知影，咱的身体内底大部分拢是水，即个地球大部分嘛拢是水，遮的水内底其实拢有过往的记忆。我听到是透过伫咧台湾的水来甲遮的祖灵连接，毋管是河，还是湖、海，天然的水，伫咧台湾所有天然的水内底，拢有寄托咱的祖灵的灵魂甲感情。遮的水拢是有生命的水，拢是圣水。咱若想要搁较了解、搁较熟悉台湾国的祖先、
台湾国的前辈，咱通去拜访无共款的水。上好是你平常时就会经过，就会看到的河也是你若住伫咧海边仔，你若想要做即款代志，我会当互你一款想象，伫咧印度的感觉，印度人是对河、对水是真有尊敬、真有信念的。因相信为喜马拉雅山落来的水是圣水，是即个世界的源头。我感觉其实毋管啥物所在的人，其实拢应当对身躯边的水有足深的尊重甲爱。就是遮的水咧饲咱大汉，咱就是啉遮的水，用遮的水来煮菜，来洗身躯，来做所有的甲水有关系的代志。所以遮的水当然是圣水。即个水为倒一个山来，即个山当然嘛是圣山。若是犹阁感觉毋知影安怎做，会当试看觅甲即张牌内底的即个天使，水的天使讲话，所以可能我会来到一条河，我会先讲，亲爱的水的天使啊，请你帮助我甲遮个水连结，甲遮个水内底的感情连结，请你帮助我甲我的祖先，也是台湾国的前辈，请帮助我透过即个水来甲因连结。对，一个简单的祈祷就会使。若是一开始你无啥物感受，无听到啥物信息嘛，无要紧，这是正正常。要毋过你会当加试几摆，一直去念即款的祈祷，去感受啥物无共款。互我看到的是，伫咧即个水内底，台湾国的前辈要互咱知影新的台湾国、上好的台湾国会生做啥款。后壁即个彩庆，代表的是天对咱的一个保证，讲未来一定是好的。OK， 希望今仔日所讲的对你有帮助。你若是看到遮，请你伫咧下骹留话讲你是伫台湾倒位咧看即部影片。我即马人伫咧台南，共款伫咧台南的朋友一定要留话讲你嘛伫台南，请互我知影今仔日的牌敢有对你有帮助，敢有互你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即马咧做的代志。以后要做啥物款的影片，若是有建议嘛，请大家留话。你若是想要搁较了解你个人会使安怎来开发你内在的世界，会当安怎使用你个人的气力，我嘛有1对1的占牌服务，请点下骹 FB 的连结送话来互我。今仔日就到遮，真感谢，我是阿春。各位台湾国朋友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